哎，你干嘛？不是给我调的吗？不是啊，调料台在那边啊。这种东西难道不是应该你调好了拿过来给我吗？我又不知道你口味是什么，还是你自己调比较好吧。蚝油递我一下。对，开了，开了，来，吃。要不你尝尝我的？不用了，我不吃葱，起来我自己调。看来某些人的脑子还是没有全力的。什么时候又不吃葱了？生了。那看好了，这个才是我爱吃的酱料，以后这么调。起来。味道确实不错。顺序是怎么弄的？这种事情不是应该你细心研究出来的吗？难道要我写给你啊？可以啊，反正我识字。松儿啊，这饮料好像挺好喝，一会儿给你倒点。啊，好。啊，好。我也要喝。你喝什么呀？你胃又不好，喝茶。可算出来了，他们都走了，再不抽的咱去女厕所捞你去了。那我的蘸料配方。哟，没有错别字儿。温让，你到底是不是真的要跟我在一起啊？你看我像闹着玩的样子吗？我觉得挺像的，而且我压根儿就感觉不到你喜欢我。那你要怎么才能感觉到啊？我都30好几的人了，我哪知道你们小姑娘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？要不然就都像这样给我列个表。你说的。那，让我拜读一下：1. 每天 morning call； 2. 每周一束花；3. 每天电话粥不少于2小时；4. 逛街、约会、吃饭，这都什么呀？还5、6、7、8的。干嘛？不想做呀？不想做别做，再见。哎，温让这个钢铁直男的含铁量可不一般啊，周纯纯有苦头吃了。这你就不懂了。温让这种老奸巨猾的人，根本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。没准现在周程程被撩得欲罢不能。真的假的？你怎么就喜欢这种形式化的东西啊？果然是小女生。对，我就是肤浅，我这么肤浅，你别喜欢我呀，你别跟着我呀。那不行。虽然这些条款有些难办，但最后一条现在就能实现。什么最后一条？你怎么不按顺序来？我明明喜欢你那么多条。还要吗？不要。我说的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啊。你怎么这样？你狡猾你！那我先走了啊。哎不，你追女孩子都不送女孩子回家的吗？我还没同意呢。